等我嚟為大家介紹 Mina 電磁爐嘅使用方法啦。使用時可以睇到屏幕顯示 L， 表明電磁爐已上鎖。轉動扭掣，直到屏幕顯示 O， 表明已解鎖，電磁爐已打開。要留意，煮食鍋直徑必須符合或少於爐具劃定嘅烹調區域。如果大細唔啱，煮食爐將無法感應煮食鍋。當屏幕顯示 UY 嘅時候，請改用大細適合嘅煮食鍋。在烹煮食物時，可以開啟加熱裝置1及2嚟提高加熱速度。將扭掣順時針扭至0符號後，再逆時針扭至 B 符號，重複2次直至屏幕顯示羅馬數字2為止，即可調節到需要嘅火力繼續使用。如果想要關閉並鎖定電磁爐，可以逆時針轉動扭掣至 B 符號，等屏幕的 A 變為 L， 再順時針扭至0，就成功上鎖啦。